喂，大家準備好未啊？我哋離譜仔彈眼，一單我哋日日都可能會撞到，但係又從來都冇諗過通嘅奇案。今日呢，我哋就由一個菠蘿包一杯凍檸茶開始，一齊潛入一位哲學家偵探嘅腦裏面，猜仔一個關於我哋點樣睇世界嘅驚天大美味。好，Let's go。好，首先我哋嚟睇睇個案發生場。想象下，茶餐廳妝台上面就擺住一杯凍檸茶，你攞去你啖一啖。甜度啱啱好喎，到我飲一啖，即刻成個樣做埋一轉，哇，酸到咁呢？呢個就奇啦，明明係同一杯嘢，點解我哋兩個人嘅體驗可以差咁遠噶？究竟係搞邊科啊？OK， 為了偵破那單案呢，我們的調查會分開4個部分。第一，我們會先看清楚那個謎團本身究竟是咩回事。跟住第二，就要請我們的位哲學家偵探出場了，看看他點樣用一個全新的角度去查案。到第3部分，我們會揭開他發現的一套聽了很近的宇宙秘密代碼。最後，我們再清一下，點樣破解這個代碼會徹底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聽得好新穎，是不是？好，我哋入第一部分，一個好普通的謎團。其實頭先剛嗰個凍檸茶問題呢，只是冰山一角，它真正指向的是一個更加大、更加根本的問題。喂，如果我們對同一件事物的體驗都可以根本不同，更會不會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活在自己的主觀小宇宙裡面，從來都沒有真正顛倒過同一個大家口中所謂的客觀世界？想深一層都幾得人驚哦。喺我哋為偵探出場之前呢，好多哲學家對呢個問題嘅睇法就好似胡西爾 Edmund Husserl 喺度講嘅咁，其實係停留喺一個好表面、好理所當然嘅層面。佢哋嘅態度大概就係每個人睇嘢角度都唔同噶啦，好正常啫。然後呢，然後就冇然後啦。佢哋就好似將呢個現象當成係一個唔使再問嘅事實，而唔係一條可以追查落去嘅重要線索。所以呢，而且嗰啲所謂嘅答案嚟嚟去去都係嗰幾種。第一種好激進嘅就話世界根本就冇客觀真相呢回事。第二種就懶食看破紅塵咁話，你睇到嘅嘢純粹係你個人意見啫，唔使咁認真。跟住最最冇情意嗰種答案就係，總之就係咁噶啦。你聽下，呢啲答案係咪全部都好嘈劇，完全冇解釋到個點解，就好似啲茶樓查案，求其揾個睇屎鬼就算數，想快啲收隊式消炎咁。好，進入第二部分，偵探的新角度。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呢，這單頁會變懸案，沒有得再查落下去的時候，我們的主角哲學家偵探胡塞爾探員終於要出場了。他對上仙狗的世世代代的答案是極度不滿，他的偵探直覺話個俾他知，案情絕對不簡單，所以他決定要用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角度，重新去審視所有的證據。呢個呢，就係胡西爾探員嘅查案神機。佢做咗一個好細微，但係又好顛覆性嘅轉變。佢將問題嘅核心由你睇到啲咩，轉為你係點樣睇到佢。哇！你聽清楚，呢個轉變真係極之關鍵。佢唔再只關心我哋體驗到嘅內容，即係杯凍檸茶究竟是甜定係酸。佢開始去調查成個體驗發生嘅方式，同埋佢背後嘅結構。呢個點樣？就係我哋成德網嘅破案關鍵。咁為咗方便查案同埋記錄呢，胡塞就幫呢個點樣起出個專業啲嘅名，叫做主觀呈現方式。英文呢係 Manners of Givenness。我知道啦，呢個 term 聽到好學識，好難明，但其實佢嘅意思好簡單嘅咋。佢就係指一樣嘢係點樣透過五花八門唔同嘅途徑，將自己呈現俾我哋嘅意識。例如透過你個視覺啦、聽覺啦、嗅覺啦，甚至只係由唔同角度去望佢，咁呢啲全部都係唔同嘅呈現方式。不如我哋用個好食啲嘅例子嚟測試下啦，就講一個新鮮出爐、熱辣辣嘅菠蘿包。你試下諗下，當你腦海入面浮現菠蘿包呢3個字嘅時候，究竟發生咗咩事？其實並唔係一個抽象嘅概念，靈光撲一聲咁出現，而係你所有主觀呈現方式嘅一個大契合。
首先呢，視覺上你睇到佢金黃色脆卜卜個陳皮，跟住嗅覺上你聞到嗰股冇得頂嘅香甜牛油味，再嚟觸覺上你用手掂到個包嗰種軟辣力好鬆軟嘅感覺。所有呢啲唔同嘅感覺體驗，呢啲唔同嘅呈現方式喺你嘅意識入面，好似斜整木咁斜埋一齊，先至個構成一個完整嘅活生生嘅菠蘿包。好，嚟到我哋嘅第三部分，宇宙嘅微微大碼。OK， 到假而家為止，我哋知道咗我哋嘅提言係有好多唔同嘅呈現方式組合而成，但係最精彩、最震撼嘅部分係架先嚟。我哋嘅好西日偵探發現，呢啲睇落好混亂、好個人化嘅主觀體驗，其實並唔係亂嚟㗎。喺佢哋背後，竟然跟住一套隱藏嘅規律，就好似一套宇宙通行嘅微微大碼一樣。不過喺我哋結口呢個大碼之前，要先識一個好關鍵嘅詞語，叫做 a priori。A P R I O R I， 中文呢，我哋可以叫佢做先天。哇，呢個詞語嘅意思好勁啊！佢哋意思係喺所有經驗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咗。即係話呢啲並唔係我哋大個咗之後慢慢學翻嚟嘅知識，而係好似宇宙嘅出廠 set 定咁樣，係最基本嘅法則，就好似地心吸力咁，無論你知唔知佢存在，佢都喺度運作緊。而胡塞爾嘅驚人發現呢，其實就可以用那個好簡單的圖來表示。他發現說任何一個物體，同埋我們能夠去經驗到它的那一套完整的系統之間，是存在着一個雙向的，而且是斬不斷的連結。可以話，他們兩個是被綁死住了，沒有辦法分開的。好，呢個呢就係我哋成個謎團嘅最終答案啦。胡塞爾偵探將佢命名為宇宙性先天關聯法則，英文就係 The Universal A Priori of Correlation。哇，個名好長。但係佢嘅意思其實就係宇宙裏面任何存在嘅嘢，我講緊係任何嘢，無論係一個菠蘿包、一杯凍檸茶，定係遠在天邊嘅一粒行星，都必然地先天性地對應住一整套我哋可以主觀體驗到佢嘅方式，或者話係一個體驗劇本。或睇同埋體驗佢嗰個套系統，就好似係宇宙級嘅捆綁式銷售咁，你唔好得話淨係要其中一樣，佢嘅係 one set 過噶。OK， 我哋嚟到最後一部分。點解呢個代碼咁重要？好，偵探破咗案，我哋亦都揾到呢個宇宙嘅微密代碼。但係 so what？ 呢樣嘢到底有幾巴閉？知道咗呢個法則又會點樣改變我哋睇自己同埋睇呢個世界嘅方式呢？好，我們來總結一下幾個最重要的 takeaways。第一，你的體驗雖然很主觀，但並不是亂剛來的，而是跟住一套規則。第二，你點樣去體驗，同你體驗到啲咩了，原來是同等重要。第三，也都是最關鍵、最顛覆性的一點。雖然我們每個人的主觀世界好像都好不同，但是呢，這些世界其實是共享住一個客觀的結構，而那個結構就是過關聯法則。那我們反回去一開始那杯凍檸茶，雖然你說甜，我說酸，我們的感覺內容不同，但重點是我們兩個人都是透過一套共有的系統，一套包括了甜、酸、凍、有檸檬味等等所有可能性的系統去體驗那杯飲料飲。就好像我們用着不同牌子的手機，但大家都是行着同一個作業系統，例如 iOS 或者 Android， 那個體驗的作業系統是共通的。所以結論就是我們既活在自己獨特的世界，同時又活在一個有共同規則的世界裡面。我們的哲學家偵探真是破解了一個世紀大謎團。咁到底呢個發現對胡西倫本人嚟講有幾重要呢？佢自己就講過，自從佢發現咗呢個關聯法則之後，佢跟住落嚟嘅成沙人基本上就係做緊一件事，就由系統咁將呢個法則嘅所有細節巨細無遺咁樣研究清楚。你完全可以想象到喺佢心目中，佢覺得自己揾到咗一把可以解開意識同埋現實之間個謎團嘅萬能鑰匙。最後，我想留返個問題俾大家翻去諗下。既然我哋嘅經驗係一套有規則、有結構嘅系統，就好似一個電腦程式咁就會引出一個好玩，甚至有啲得人驚嘅可能性。有冇可能存在一啲可以改寫，甚至操控呢套系統嘅黑客呢？
呢個黑又會係邊個？係我哋用緊嘅語言，我哋身處嘅文化，熱身熱熱嘅科技，定係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嘅心靈呢？呢個問題嘅答案，可能就係我哋下一彈要偵破嘅奇案啦。